接获民众拨打110报案电话，于本辖台11线64公里4TV 风景区前有交通事故。经员警到场查知，系一部一引车因天雨路滑于该处发生自撞事故，所幸无人受伤。肇事驾驶经查有适当驾照，无酒驾情事。本案员警已依程序完成现场测绘收证，肇事责任将带送专业检验单位分析，以厘清肇责。